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我们一起来先做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时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将我们全人全心都献给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来聆听你的声音，用唱歌跳舞来敬拜你。我们也将今日的礼拜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的名求，阿们。这时也邀请弟兄姐妹们从座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感谢你都垂听。我们要谢谢你，用无限的恩典和永不放弃的爱来带领你的儿女。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永不离开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
节记载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主啊，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尊崇与赞美的神。我完全赐下奇妙。
神，你的恩典。是的，神羔羊配得，是因为你降下了大爱，赐下了救赎，来到这个世界，让每一位信靠主的人都有救恩，得着永生的恩典。是的，我们每一次在主日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就要重新的来经历神的救恩，你的爱，你的呼求，我们每一位归向你。主啊，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循环的仪式，而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生命的起点，一个神呼召，一个力量跟开始。愿今天我们的敬拜在神面前得着你的悦纳，愿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神的恩典恩膏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你面前这个礼拜是属于你的，愿神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请大家仍然站着。今天我们要特别用我们长老教会所通过的信仰告白，因为很长，我们要分3段哈，所以我们现在是第1段，我们一起同声一起齐口来唱、来念、来背。来，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真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请坐。弟兄姐妹，这个是第1段的信仰告白。我们等一下在读经后，还有我们的讲道完，会再有第2段、第3段，等于是信仰告白，是我们长老教会在1985年所通过的，是要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处境来回应神的一个信仰告白。那第2个，我们也邀请等一下牧师讲到，我们唱完诗歌，我们要邀请今天所有的中保代祷的同工预备心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一个宣告跟差派，大家预备心。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圣经，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诗篇第37章5到6节，请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第6节，他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他要使你正如正的太阳。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1到34节，请。所以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不是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要追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恭受上帝的话。这边有长老教会信仰告白第2段，请我们一起念。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他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的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献诗，请基甸牧区。今天要献的诗是我选择喜乐。献诗完，请夏牧师正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带来恩典梦想系列第2讲，勇敢梦想，上帝动工。牧区活泼、喜乐、鼓掌，还有欢唱哈。我们看到牧区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我们期待我们有一天呢，我们的基甸牧区成为富强教会最大的牧区，好不好？加油！好像没有人拍手哎。富强教会的未来啊，哈，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长大是我们期待的事情。成长更丰盛，感谢主我们每一次在第2堂礼拜都有不同的小组牧区来献诗上个礼拜是我们的长辈一点的我们的这个以赛亚牧区这次是基甸牧区，愿神是他们所服侍的，也为他们代祷他们的牧区呢能够越大的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成长。我们要分享主话前，我们再次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确信你的同在、你的恩赐、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当我们与神更亲近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粮食，让我们
在生命中体验到神同在的力量跟祝福。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神亲自来动工，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被启示、被祝福，也被激励。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系列的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那上个礼拜，如果弟兄姐妹有的人不在我们当中的，牧师在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确认了哈。我们所谓的梦想这两个字，有时候有好有坏哈，有正面有负面的思考。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梦想就是一个恩典。那你们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电影公司，叫做什么？梦工厂 ，DreamWork 有没有？他们就专门制造欢乐的，因为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梦想实现，成为一个带动这个小朋友也好啦，我们的成人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光。所以梦想是人类推展的动力，但是基督徒把这个梦想定义得更清楚。这个梦想是跟你的生命有连结的，跟你的信仰有连结的，跟你荣耀主有连结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牧师在做一点小小的复习。第一个就是说，人类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神吹了一口灵气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呈现神的祝福的时候，是神感动我们。所以神是给人类有梦想的能力，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不能说动物没有梦想，但是鲑鱼的梦想是要回到原乡。我们的候鸟，它的梦想是飞到我们的七股来做黑面琵鹭哈，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春天又回到东北，它就来回，可能就是动物它自己的梦想。其实梦想某一种程度就是它的生存，为了生存，为了生命。但基督徒的梦想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成长跟推动之外，梦想是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借我们这个软弱或是有限的器皿，来成就神那个伟大看不见而且是超乎我们人能做到的事工。所以神给人类梦想是一个祝福了哈。第二个，但是人普遍面对到一个人生的困境，就是人会有空虚，就像传道书所提到的空虚的空虚。空虚是因为人的有限，人的罪，人的软弱会碰到极限，或是碰到无法去突破的事，就会陷入绝望。所以因为这样子，神就差派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背负了人的绝望，突破这个死的困境，突破那个绝望的困境，让我们重新有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才说，因为这样子，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一种征战的一个对立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信心当中要逐梦，在信心里面孕育我们的梦想。然后这个梦想一再的强调，是因为我们跟神的祝福连结。所以这个第二点，今天的第二讲，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个主题，叫做勇敢来做梦，勇敢来梦想，让上帝亲自来动工。等一下我们经文会一起学习哈。我们要先说，上帝呢要祝福你的时候，不是只是让你一帆风顺，或是让你什么事情都心想事成，那不是真正的祝福啦。上帝他会预备那个又难又大的事，然后挑战你，激励你，成就你，操练你，然后放你在那一个你看作是不可能的事上面，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上帝要赐福人的时候，他会先将梦想植入他们的内心。也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神会
将他的梦想放入你的心里面。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这个梦想到底是神给你的呢，还是这个天马行空随便乱想就跑进来？那重点是在你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梦想，如果他觉得是神给他的梦想，你不要说这个人天天他没有在思考神的话语，没有在灵修，他突然间会说上帝告诉我怎么样，不可能。要么就马上隔不久你就会发现那个是错误的，或是破灭的，因为这个不能连接到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先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他的梦想会更清楚、更明显。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第9节也这样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所预备的竟然是这样子的，不是你虎食可得的、看得见的、马上有的。他说是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想到，而且这个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所以神给人的一种境界是超乎你的想象，超乎你的看见，超乎你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个才是神所为你预备的梦想。有的人他要完成一个梦想，通常不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一帆风顺，就不是梦想，因为你知道马上可以得到嘛。在中国宣教出名的宣教士叫做戴德生，他是为中国宣教奉献一生的一个伟大的牧师。他是用信心在当时来到中国，大概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刚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不多，所以在发生宣教的事物越来越增多，虽然要帮手还经费，但是没有人帮助，所以压力就很大，压力非常的大。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历史，特别是清朝时代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因为当时清朝很衰弱嘛，就因为发生了什么鸦片战争啦、中华英法联军战争所以慢慢中国的很多口岸、港口都被开启了，有点类似帝国主义来了。某一种程度，这个是坏事情，对，特别是对华人来讲，因为丧权辱国嘛。但是问题是在于说，神会让这一些并不是好事变成另外一种祝福。也因为这样，宣教士可以来到中国宣教，包括160年前来到台湾的马雅各医师，都是同样这样的模式过来的。但是戴德生他们也是在那个时代，大时代，因为港口开启外国人可以来这边经商但是这个戴德生他更大的梦想是什么？他说，在这个口岸，很多外国人来出入很容易，因为那个是政府所签约的开放的口岸。但是他说，我要到那个不是签约的那个口岸，是要到内地去，就在中国的陕西、山西那个最内陆的部分。那个时候根本穷乡僻壤，但是这位伟大的宣教师，他竟然说我要先到那边去，等于是当时没有什么外国人可以帮助了。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在台湾当初马雅各医师来宣教，他不是先来那个高雄的旗后登陆吗？但他知道当时的虎城，我们的台南呢是最大的城市，是首都嘛，他就来到台南，在看西街那边开的一个医生馆但是那个时候台南人很排斥他嘛，还没一个月就把他赶走了。但还好，当时的马雅各医生在其后那边，因为有英国的领事馆，有英国的海关，所以他基本上是得到很多保护的。他也在那边可以暂时生存，然后后来等那个纠纷结束了，他又回到虎城来宣教。那个是我们台南的故事，160年前。但是在当时的内地，
中国人的地，戴德生没有这样的资源，他就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累积。所以当这种压力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弹尽援绝啦，就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是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就跪下祷告上帝。他跟神祷告什么？他说：“主啊，我为了你的缘故离开故乡英国，来到中国传福音。可是现在无人可以帮助，也没有财务的资源，我要如何工作下去呢？”哇，他就这样子跟神哭诉说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这样放弃了？这样多闹亏啊！在祷告之后呢，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5节，那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背金句，这一句应该你也背到。你如果平安无事，没有什么事情，你会读的这样经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啦，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对啊，我很了解啊，我相信啊，我接受啊，那就过了。但对一位走到绝路的戴德生，他不是这么想，他就好像这一句话一样，电光火石般的把他 “bang” 一声触动他的内心。他想在那个绝望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说：“对耶，这句话给我什么启示呢？既然主是葡萄树，我是枝子，那这样是他这个树要预备，不是我枝子要预备的。所以我缺了钱，他应该是会为我预备好。因为树木在供应水分嘛，根吸收水分给树叶跟树枝嘛，那我枝子是甘心来领受就好了。所以他就全然的释放说：“对，我确信神要为我预备，因为他是葡萄树。”所以一个人有征战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有很多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读圣经就会不一样，因为神会用很特别，平常你读的100遍的经文来刺激你，来激发你。所以这个时候，戴德生牧师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水分和养分是你这个葡萄树所提供的，是葡萄树。所以现在起，我要将所有的事交托你，坚信你必要供应一切我所需的。”弟兄姐妹，那个是在宣教环境人生地不熟，很多中国大陆的内地很多贫穷人家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那边建立了我们到现在仍然是在感恩的一个内地会，直到现在，他的第4代、第5代还在台湾传福音。他所以会那么的伟大或著名，是不只是他当时的建立的宣教事业，而是因为他的家族一直在台湾。之前牧师年轻的时候，有一位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叫戴绍曾，对不对？他就是应该是他的孙子，然后现在已经第4代、第5代了，还在台湾。而且你如果听到是一个外国的，又是戴牧师又会讲华语，讲得很厉害的通常都跟戴德生的家族有关。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家族，也是一个从这一个信心的祷告开始的一个宣教事业。现在中国因为国家的环境这个内地会没有办法在那边生存了，但是内地会目前还存在，有时候在香港、在台湾、在国外还继续在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不是简单的祷告，因为戴德生做见证说，他祷告完，一股极大的平安就涌入内心，他的烦恼就卸下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不只是那一次得到释放他说从此以后他就感受到每一次祷告就经历了神的供应，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是神的梦想，不是他个人的一种追求自己的名誉或是自己的那个事业，而是神国的事业。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以祷告就得到了物质跟人力的资源，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宣教史上，中国宣教史上最伟大、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今天，
这个内地会还继续在努力当中。弟兄姐妹，从戴德胜的故事，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厘清，就是我们很多人热心要为主工作，但是你先烦恼，会先担心，因为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是，当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在，就像戴德生一样。但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为自己预备，而是因为你确信神已经为你预备好，除非这个不是神要你做的。那基督徒会学习全心的倚靠上帝，将重担卸在他的面前，心中就会得到平安。所以当你有神的依靠，有这个葡萄树的信心的时候，再大的试炼都能够胜过，因为你对世界的面对的世界的挑战有信心的面对。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梦想的故事，不是外面听得很感动，其实在我们富强教会就有。我们富强教会，我们明年要庆祝50周年，在大概20年前，我们一群当时我们的弟兄姐妹共同编织了一个富强教会的大梦，就是重建富强教会这个礼拜堂，重建这个礼拜堂。这个梦起初很小哦，当时我听我们这些同工讲，当时大概100-200万的存款，那要重盖一间礼拜堂。到后来我们不是有几年前有结算吗？大概要1亿1亿的所有的款项，我们把它还清。200万怎么样建造一间，还有包括对面的地下室400-500平的这个礼拜堂呢？那个不是一个梦想吗？梦想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没办法达到，我们力有未逮，无法达成。但是当神动工的时候，这个梦就实现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梦想实现所看到的荣耀，神的祝福。所以是从无到有，且梦想成真。今天我们要迎接50周年，当我们听到基甸牧区在唱一首非常欢乐、充满盼望的诗歌，你的50周年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开始要来造梦，来寻求这个梦想，让我们迎接再过来的50年。这个梦想不会突然间跑出来，对不对？这个梦想在20年前来到我们富强教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不可能啦，没有用啦，我不参加了，那就算了。我们当时的旧礼拜堂也很漂亮呢，牧师住了10几年呢，还有小庭院，还有花园。礼拜堂一个圆圆的，很高追啊。如果要好好享受也不错，但他觉得他已经太小了，他无法扩张神的国度。所以这个梦，因为你跟我们的教会领袖、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说好，这个梦是我们共同的梦。神啊，求你动工，我们要来成就它。当时我们有收集二手品，我们有做那个什么那个萝卜干我们有做了好多能够增加这个建筑经费的事情。所以也在那个时候运用了很多我们教会的人才，一起来把这个梦实现。所以我说，富强教会的基督徒对这个主题应该是有切身的体验，因为这个梦是实际在我们当中产生。但这个梦不是旧梦，已经完成的梦就大家躺在那边没事干了。我们是要造一个新的梦。富强教会50周年的梦是什么？我们已经过1-2年一直在研讨，在开会，在思考。但是这个梦如果没有神的动工，我们可能只是做人的事啦。但我们要祈求神这个大的梦给我们。戴德生做了一个大梦，神给他成就了。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一些小事情，神也同样在成就。我就听到韩国出名的牧师叫赵雍基牧师，他在建造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教会，叫如意岛纯福音教会。
然后他做一个见证是什么？跟是很小的见证。他说他在西装口袋里面发现耶和华的预备。现在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当传道，然后就在当时的首尔有一个叫佛光洞。我们知道奇怪，怎么韩国的地址有洞洞洞，对不对？什么洞什么洞啊？据我的了解，他们的洞就是我们的礼的意思啦。我们的邻里的意思，我们比如说自强里啦、互强里啦，这种里的意思。所以一个洞是他们的里的意思，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在那边一个叫佛光洞的地方开拓教会，那经历到一个他自己小神机，但也成为他一生领受祝福梦想的神机。这个赵宏基牧师他说，当刚开始出来传道，当时因为韩战的关系，我们也知道2次大战，韩国也经历战争嘛，又经历了韩战，哇，又经历了北韩、南韩的一个分裂，不得了啊！韩国那个时候是苦的不得了，比我们台湾当时还苦啊。那这个赵宏基传道，当时出来开拓教会，他说他4天喝不到1碗粥啊，你知道多可怜，可能真的是喝水。但是呢，他的妈妈住在釜山。我们知道韩国地理也知道，第1大城市首尔，第2大城市就在南部的釜山，哇，很远啊！牧师曾经坐高铁，大概坐2-3个小时吧。釜山是很像我们的高雄啦，然后首尔就像台北一样，一个海港城市，也是很热闹、很出名。但他妈妈听到他的儿子开拓教会，他就很热心说：“儿子啊，我想搭火车去看你，看看你开拓的教会怎么样。”但是这个当儿子的赵宏基牧师一听到说，哇，心中凉了一半，因为他说他连4天都没有，他要喝一口粥，怎么样接待他的妈妈呢？他当孩子的，总要给妈妈觉得安心嘛，不是一定要给他山珍海味，但总是让妈妈不要那么担心啊，连吃的都没有，他怎么接待他呢？就是这个故事。好，他身无分文，没有米也没有菜啊，家里面空空的，那个菜那个，我们以前是菜毒啦就是一个小小的里边都空空的。然后他见证说，那一天他刚好在西大门我们知道韩国有一个东大门、西大门那边，他开拓教会，后来移到西大门，是他的第一个盖教堂的地方。那天他有宣教师来传福音，美国的宣教师，他当时神学院毕业，所以英文很好，他就帮忙做翻译。但他一边翻译，就是觉得心中忐忑不安，心中没什么平安了。一方面要翻译，一方面又想到妈妈要来了，没钱没米的怎么办？这样子，所以他就一边祷告，他说：“神啊，妈妈快要到火车站了，但是我没有能力接待她。要去接他也没有钱呢，没有车钱呢，没有款待他的餐点，我怎么办才好？主啊，我是在服侍你，但是如果妈妈这样子，我不是觉得很丢脸吗？让你的名受辱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祷告完，马上特会开始了，他不得不去做翻译的。但是那一天他的翻译，他觉得说自己没什么精神，人家你心中有心事做事情就不专心了。一直没办法，因为他知道没有钱。那一心想着钱的问题所以讲的信息他可能没有很好的消化。那聚会结束以后，他就赶快赶到火车站去接母亲，但是连坐公车回家的钱都没有。你看，这种等于口袋空空的人。那么他说韩国人有一句话，他说男生到异地他乡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会把口袋多翻几次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身上没钱，想到口袋抓一抓，看还没有几个零钱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就是什么都缺嘛。他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真的，他就把他的手探进他的口袋了，竟然他发现了机会前还空空的西装口袋，这个时候装了一个信封，而且信封里面的钱刚好不是太多刚好足够他买招待他妈妈1星期还可以买1张回程的火车票回给他。好了，这一个小故事，但你知道对赵镛基
多大的激励，你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小事。他说到底是谁、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把这个钱放到口袋，完全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就有安心嘛，就不会忐忑不安，为讲员说翻译都翻译不好啊。因为没有人亲手把钱交给他，所以他就心里想说，这个是天使放的，天使放的钱。他自己做见证说，不信的人一定会说：“哎呀，你太夸大了，人可能关心你吧，然后是想要奉献，就把钱丢到你的口袋，这个很平凡嘛，对不对？很平常嘛。”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平常，因为他明白上帝会介入到一个人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尤其他在为神做工的时候，神会在用非常奇妙的方式介入他。神早就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他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满足他，所以他就从此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从佛光洞开拓，当时一个帐篷，因为那个时候美军嘛，不是韩战吗？留下一大堆那个美军的帐篷啊，它比较厚的，不是我们现在去在露营那种帐篷，是很厚的帐篷。他就好像租或买了一个来设立他们的教会，从6个人开始，然后就在西大门建立的第一个纯福音教会，后来就到汝矣岛啊汝矣岛其实在汉江当中的一个岛。就里面好像一个要经过桥才有办法过去的岛，建立了现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在几年前过世了哈。他一个信心的宣告就是说，我们不灰心的恳求，忠心倚靠他。所以今天他还在他的生活当中施行奇迹。这也是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呐。他说，所以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主权、他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你们。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顺序。如果你没有去实现，或是说去遵行他旨意的人，搞不清楚，我总是要有预备啊，我怎么可以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呢？那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好，信心的一个测试。神总不会把愿意追求神的旨意、神的主权实现的人把他丢着不管。那这个是信心的差别嘛，顺序的差别。他说：“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主题。我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梦想不是空思梦想，不是我们说的妄想、随便想，而是神透过追求神的旨意，把梦想落实到你的身上，落实到你的社区，落实到你的家庭，也落实到我们的教会，更不用说落实到一个国家里面。我们看到，祷告之父乔治·穆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孤儿院之父嘛，对不对？他是一生当中经历好多次的神的供应应许。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越是能彰显主耶稣大能的最好时机。上帝不会离开或弃置我们不顾。我们越软弱，他的能力就越彰显，越与我们亲近。”这是他自己做的一个见证。刚刚这个标题没有改到了哈，标题我们如果看我们的程序单里面，他说我们的软弱彰显神的大能，我们的软弱要彰显神的大能。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乔治·穆勒，他呢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他是常常欠缺的。我们不是常听到他在做孤儿院的这个见证吗？有时候午餐到底要吃什么都还不知道。然后就叫小朋友聚集起来说：“来，我们为我们中午的饮食献上感谢。”你看多大的胆子啊！他竟然敢为空空的碗盘来献上感谢。那你可以在很多遇到故事里面听到乔治·穆勒他做的见证。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有一辆
面包车进来了，然后跟乔治穆勒说：“我们的老板在祷告当中，他感动说，你们的小朋友需要面包，刚好我们昨天做完了，还有剩下这些，想要供应给你们这样子。”这是乔治穆勒常常讲的故事。为了空空的碗盘，竟然献上感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没有人敢这么做了，是常常经历的人才有这个办法。所以更多的祷告，更大的信心，更加的忍耐和具体的行动，你就会带来更大的赐福。这是我们常常邀请弟兄姐妹来见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可能可以从你的见证看到说，你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也要有这种经历。所以祷告信心常常是彼此激励来的，对不对？那乔治穆勒也这样子，他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的软弱要彰显神的大能，是因为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呼求上帝，求他预备好解决方案。我们怎么做呢？不是先神说神啊，我缺这个，我缺那个，而是我们要先神说神啊，我要在你面前坦诚的倾诉、悔改、认罪，寻求他的协助。换句话说，我们要帮自己的软弱呈现出来，说神啊，我就是这样的软弱不足，我要需要你的帮助。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有一群代祷中保代祷同工要到前面来做一个差派。我们的富强教会的中保代祷室呢，其实就是一个不只是你个别的个人的祷告这个交托的事，而是借由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合意，为你为自己在神面前倾诉，求神赦免我们的不信或是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追求，求神帮助的一个，我们说梦工厂。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梦工厂。弟兄姐妹，有时候经历神的神迹是很有趣啊，就是说，神给你的不是像你所想的有1有2有3就完成了。有时候神是把困难的事，让你觉得走投无路的事，先摆在你面前，看看你到底用什么信心来面对。近代宣教之父叫做威里克连，或是叫威廉克里，或是克里威廉，他是一个印度宣教之父哈。然后他们刚开始到印度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先想要把圣经翻译成印度文，就很像当时我们知道来中国宣教的，就是基督教的宣教。马里逊对不对？他们也是先做翻译的工作。那很有趣，是我们台湾是先做医疗宣教，这不同的方向。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没有把圣经翻译成当地人读得懂的文字，他要传福音就有困难。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眠不休花了好几年时间翻译的圣经，竟然在1812年印度的一场大火当中，几分钟就烧掉了。我们知道这个火灾真的很可怕，有时是你无法注意、无法提防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他们为翻译出版印度文跟其他国家语言的圣经，多年的资料就化为灰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你可以把很多资料把它备份，或是上传到云端。你的手机的资料，你如果丢掉了也不会失去，因为你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再把它找回来。但是当时根本就是一笔一画用手写的，丢了就丢了，烧了就烧了，没有副本。你看那些工作人员多泄气啊，怎么办？大家真的是太难过了哈。这是威廉克里他在印度宣教。当时呢，他就一起跟翻译同工，在陷入绝望跟挫折的时候，你知道，伟大的宣教师就是跟人家想的不一样，他就跟这些同工说：“来，我们确信上帝会透过这事使万事互相效力。”他觉得这个火灾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不是觉得说我们不小心，我们故意的，不是，他会使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感谢他。这印证到我们常常背的、读的经文
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他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把这句话读到他的心里面的了，他把这句话呈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了。发生那么大的灾难，他说：“我们来感谢神。”你知道吗？事情的演变就变成他的同工听了他的话，就也一起跪下祷告，一起跪下祷告。他说：“主啊，我们花了好几年翻译的圣经原稿也被火烧了。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深信，你必预备了这美好的事。”你看，事情完全是相反的，但是他们用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件非常残酷的事实。你知道事情怎么演变吗？他们感谢祷告之后，他们的伤痛基本上已经安慰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慢慢传到他的母国英国了。哇，英国人就报道说这个发生火灾的事情了，威廉克里他们的圣经都被烧掉了，杂志也报道了啦，哇，很轰动。这个时候，英国的教会就决心说：好，我们赶快来支援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那边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开始奉献，很多金钱开始进来。那英国的教会一直就是动员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样子，钱也来了，人也来了。所以他们以前可能很捉襟见肘嘛，就是没办法勉强维持开销，再变成人力跟财力的充足，而且很多人知道说他们在翻译圣经，就需要人才啊，需要双语的人才啊，哇，就一大堆人员的投入，让他们的圣经翻译的更精准用字更典雅，翻译生版圣经带来了收入更多，甚至他们还有剩余可以挪一部分钱来到中国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宣教会有不同的宣教区嘛。你知道这个事情多么的奇妙？火灾原来是一个悲剧，他的神借着这个悲剧感动了所有英国有心宣教的人，他的翻译也更精准，他的印度的宣教就更有效果。如果没有被这把火，宣教会也许只能翻译圣经，但不一定有能力出版。但是他因为这个火灾，因为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心意，献上感谢，神让这件事情从危机带来转机。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信心的功课就是在这里。我告诉你，这样，你又觉得我碰到的就不是啊，那怎么办？我们基督徒要细心思考说，有时候神没有按照你的方式帮助你，你会灰心，但是你要先安静下来。我们说要到祷告室祷告，我们要跟神认罪的意思，不是说你做错什么事，而是神啊，我的信心不够，你这件事情一定有你的旨意，你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你的智慧会帮助我去拟定好的策略。所以等于是人跟神同工，然后把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看作是错误的事情，变成一个新的改变。其实不只是威廉克里他们当时在印度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台湾的宣教故事也有一件跟这个有类似的。你知道我们台语的圣经起先是翻译成罗马字拼音的台语圣经，我们叫做巴克里版。巴克里版的圣经呢，当时巴克里招一群同工，把它翻译成圣经的那个白话字，就是读出来就是台语的圣经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送到当时的上海的印刷厂，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好的印刷厂嘛，送到上海去，因为当时是全中国最好的工厂在那边，好开始排版排字要印没想到发生的这个当时的上海的事变，不是日本来轰炸吗？攻击那个上海吗？那不是什么四行仓库那个故事，就在那个时候发生。没想到上海那个印刷厂也被炸得稀里哗啦翻烂，那所有的圣经
圣经的那个翻译，或是已经印出来的部分都被烧光了。当时的台湾的基督徒也很伤心，很难过，让大家一直祷告。当时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宣教区跟在中国的厦门在东南福建那个区域的宣教是同一个系统的，他们就赶快拿到资源。还好，他们最大的恩典是，他们有存了副本，又抄写了另外一本放在别的地方，所以马上就可以它是要重来啊，还是要重新排字啊？不像我们现在电脑可以马上输出了。总之，我们看到神常常让我们做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给你一些搅扰跟挑战，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克服？诗篇37篇5到6节，他说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他要使你的正义如正午太阳。你有没有把自己交托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神往往把这个功课放在一个他所要栽培的，他想要重用的弟兄姐妹工人身上。弟兄姐妹，时间的关系，牧师要做一个结尾上帝也有梦想，他的梦想就是把基督耶稣的救恩赐给我们。在亘古以前，上帝有这个梦想，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世人借着十字架代赎，得到饶恕与称义。当我们所说的这个梦想，是用人的角度去看，说神有他一个伟大的梦想，他要借由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进入到耶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灵的神的恩典的儿女了。所以你不受魔鬼的辖制。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便成为上帝的百姓，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上帝梦想可以简单的叙述说，世人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就脱离了魔鬼的捆绑，得着医治。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开始孕育这个神的梦想，能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医治跟神迹。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程序当中，这个梦想是可以发生在每一个有信心的人身上，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框架，给我们一个应许。另外一个梦想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贫穷，来使我们来脱离贫穷。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说，我们得神的祝福，成为富足。但我们富足不是很纯粹是用钱财物了，而是我们的生命也得富足。所以用信心来接受神要我们从贫穷的咒诅中得到释放的恩典，苦难跟贫穷的咒诅就会消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借着异象和异梦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做合他心意的事工。所以他是植入这个梦想在我们心里面，借此来改变我们，然后他的心意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牧师讲这些可能你一听就过了，但是你自己亲身经历人才会知道说，这个是确确实实在你身上。刚我们是说等一下我们有那个代祷同工要来一起来宣告吗？我就是把它认定说，我们富强教会在20年前这个梦成真，是因为有一群人在祷告室当中一直在祷告祈求，让这个梦呈现出来。我们前几个礼拜不是听了昌成执事在做见证吗？他也真的是把他觉得困难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放在梦当中，放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就按照奇妙的方式来成就了。弟兄姐妹，这一个牧师要分享的是说，神他给我们每个人做梦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他会试下创造性的思考。你的创意会从你身上跑出来，它不只是给我们梦想，也是给我们圆梦的时候所说的创造性思想。我们特别现在我们台湾正进入到一个工商的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科技的时代社会，那个梦那个创意是绝对需要的。为什么这个产品会很销路很好？为什么他们这个计划会呈现，或是他这个设计或这个发明会呈现，是因为
有那个天马行空，那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直到今天 AI 的世界，我们觉得说发展太厉害了。神已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他要有创造的思想给我们。所以上帝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他的话就成为我们一个创造性思考的一个源头了。我们都知道，今天到这个 AI 的世界，这个创造力的思考、文明的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从神给我们一个创意开始的。我们也常听到这些古老的科技的故事，比如说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啦，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啦，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啦，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勇于梦想。当时人觉得说不可能嘛，在空中飞鸟在飞啊，我们也人可以飞，那怎么飞啊？被人家可能打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泼冷水，那这群人就是说，我觉得有可能，然后就实现了。今天这个创意思考也会在你身上，当你努力寻求的时候，当你在研究室，当你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当然你在挤破头、焦头烂额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创意性的思考给我。”那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先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勇敢做梦，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又大又难的奥秘以后，是为了让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要学会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那我们就看见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是超乎你个人的限度里面的事，是超乎人所能做的，是神给那你成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说，即使遇到难以理解的事，你学会顺服，相信神的美意，或过着凡事感谢、常常喜乐的生活。最后一个牧师讲一个小故事，说韩国有一位很有特别的钢琴家，叫世子钢琴家，叫李喜牙。他一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四肢畸形，他的手指只有剩下2只指头，我们5只嘛，他2只，各2只，而且脚膝盖以下没有了，所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畸形了哈。他的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医生在他的那个超音波检查中就看到说，这个胎儿有畸形。我们在传统的医学就是说，你可能要让他流产，不要留下来。但是这个妈妈她的信仰很特别，她说觉得既然上帝把这个胎儿给我，要勇敢的把它生下来。喜牙这个母亲，她深信神要透过她来完成她的梦想，所以她在成长过程当中常常被霸凌啦、被耻笑，因为她比平常的小孩还矮，因为没有脚嘛，所以在这种挫折当中，这位李喜牙，神就先给他一个恩赐，乐观的恩赐，不管人家怎么笑他，他是永远开朗、积极、笑容，从来不失去盼望。后来在成长过程当中，想要说，你要学会写字啊，2只指头怎么夹笔啊？你知道，我们人跟猴子不一样，是我们的拇指跟食指是对向的，所以可以握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说熟能生巧，我们有巧手猴子他的手是这样子的。好了，2只指头要握笔很困难。他妈妈说：“来，这个弹琴会训练你手指头的灵活度，要不要学看看？”这样子，没想到因为为了要夹笔的力气去练琴，却变成让这位李喜牙成为钢琴家，2只指头的钢琴家。他为了圆梦不停努力，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虽然残障比半人更辛苦，但是呢，演奏的模样带给许许多人的盼望、梦想。因为上帝透过喜牙来完成他的梦想。这位就是李喜牙钢琴家，真的只有4只指头，这更明显，他直接在琴键上看到他的指头。如果你有空在 YouTube 把它输入李喜牙钢琴家，他有很多他的弹琴的一个影片。所以李喜牙他自己做见证说，因为上帝觉得我很特别，才赐给我残障。
这个头脑坏掉了，然后上帝给他残障这份礼物，怎么搞的呢？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神不是让那残障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在人面前抬起头，被人家耻笑了，而是神在他身上显现奇妙的神迹、奇妙的应许、奇妙比一般人还更有成就的一个钢琴家。所以他说：“我总是喜乐的过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勇敢做梦，是因为你跟神的旨意连结；勇敢做梦是你要成为神的器皿，神在你身上成就，所以神就会动工。我们要明白神，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困难、苦难，有时候是神要为我们圆梦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分辨上帝那长过高深旨意的智慧。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读经？常常是很细密的事情，但是神在你身上，因为跟你的生活境遇、跟你的挑战、跟你的困难连接的时候，你那个事情就像那一个戴德生读了那段经文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那句话给他大的生命的能力。我们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信心跟盼望。所以我们一起学习说，相信主耶稣的人都会从上帝得着梦想。记得相信哦，相信神，你就会得到这个梦想，而且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引导你人生一个方指南针。那我们接受神所赐的梦想，就会引导我们。意思说，我给你方针，神不会把你丢着不管，他就会引导你达到梦想的目的地。我说，牧师分享这一些，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功课。但是我们需要很多人做见证，说对了，我也经历到神的应许啊，我也经历到神为我不可能的事情成就了。那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要在小组里面彼此鼓励啊、分享啊、见证啊？你困难的事情一定有，你怎么样去突破它？愿我们每一个人回到神面前，跟神祷告。愿神给我们特别年轻的一代，神给你创造性的思考，也神给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一个新的大梦。这个大梦是神所应许的，神所祝福的。我们一起做祷告，然后唱回应诗，准备我们祷告式的勇士要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一起做差派。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勇敢梦想，不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而是因为我们先寻求神的旨意，知道我们被神所接纳跟使用，神就要按照你的心意，把梦想植入我们的内心，植入我们家庭里面，植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然后当我们臣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你所设定梦想成真的目的地。神啊，愿我们勇敢地接受这样的应许，接受这样的呼召，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就一切要加给我们。我们也要邀请我们这一群代祷的勇士一起来宣告，神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看见你奇妙的应许，奇妙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唱这首诗歌，凡事都能做。在一边唱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第二堂参加代祷勇士的同工一起站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做宣告跟差派。我们一起来唱，同工也可以来帮忙一起带领哈。青史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依然心事完全交托。然后一起来，不要客气哦，有参与的都一起来。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
加给我力量，来，我的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我们同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中间再把它排满，中间再过来一点。我靠着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站在前面的这群同工，他们是代祷的代表，但是不代表你没有在祷告，而是他们愿意在一个礼拜当中有1个小时的尾声。刚刚牧师分享说，我们互相教会的代祷室、中保代祷室就是一个造梦的工厂，是因为在里面其实是空空的，只有灵修书籍1个桌子，但神在里面做他奇妙的工，是借由每一个将祷告卡一件一件呈现在主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在里面比一个很贵的实验室还有用，因为神动工，神的恩典就临到每一个恳求祷告的人身上。我期待他们做差派，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也在你的生活上做一个代祷者，做一个祷告者。我们也请等一下我们有新来的新参加的祷告同工，我们刚刚在10点半的时候就做一个学习，因为这个祷告室是一个同心的祷告室，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委身的祷告室。你自己会成长，你的祷告也在成就你所代祷的事项上面。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这个代祷祷告词你看荧幕或是看你的纸条当我说我的时候你们就一起念你自己的名字，那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同工也看着荧幕，跟他们一起做学习祷告。好，中保代祷的祝福差派里，1，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跟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跟使命。3，有关代祷事中各样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祝福。谦父神，我们每位站在你面前的代祷者，不是他们比别人强大，他们的祷告时比别人精彩，都是他的花的时间比别人多，这都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这群代祷者，他们要委身在你面前，他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跟不足，将自己的困难困境呈现在你面前，因为神有应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要彰显神的大能。是的，主啊，当每一天代祷者进入到祷告室的时候，每一张祷告卡所呈现的需求、祷告跟交托，神你要透过这些代祷者在你面前宣告出来，神就要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应许当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者，他们时间能够很充分，不受搅扰。他们来到祷告室回去的过程，都有神特别的保护。主啊，求你亲自遮盖、扶持，成为保障，让他们不受恶者的攻击，而是要成为一个警醒的勇士，成为一个守望的勇士，成为一个信心的勇士。在你面前藉由祷告，富强教会有一个大的梦工厂，这个工厂是神所特别设立的，是每一个人在里面经历奇妙应许的神恩典的祷告室。祷告是充满了能力的，当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见证这件事情。我们也求主
兴起更多代祷勇士在里面。我们一起同工，一起见证，一起学习。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代祷者，以及每一位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祷告的功课、祷告的时间，被神所接纳的。愿神亲自成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向后转一下，拍一张照可以吗？拍照，来挤一点，往内往中间挤一下。我们把这一群代祷勇士交托给神哈，神预备，再进来一点，这样不要拍的照拍得下去。我们请我们的长老帮我们拍一张，看前面。好，谢谢，拍手。我们请回座，我们请同工开始准备收奉献。我们要念最后一次的信仰告白，好不好？我们同心来开口来念，来，我们信上帝是个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也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愿这个信仰告白3段连结在一起，成为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跟支持。我们现在请诗会来主持我们的奉献，我们请支在这。请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友请坐。报告前，请翻开圣经最后一页。金句，我们一起来念。请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以佛所书6章2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
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我们自己看。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请我们自己看。请翻开第4页，第1项，今日2堂礼拜举行第52期中保代祷同工祝福差派礼。第2项，本会定下主日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欢迎每位母亲踊跃参加。第3，本会为庆祝5月11母亲节，定下主日5月11起开始全家福拍照的服务。第4，本会50周年小组事工研讨会与排球联谊赛，本会定于5月25日举办小组事工研讨会。第2点，本会定于6月8号礼拜天举办排球联谊赛，时间下午2点到5点半，在长隆中学举办，即日起开始报名。详细比赛赛制，在1楼公布栏，请兄姐踊跃报名参加。第5，主日早祷会，本会每周日8点40到9点，请我们自己看，请翻开第5页，请我们自己看。第6页，第二点，第3项，母亲节献诗，5月11号主日将由主日学师生负责2堂母亲节献诗。第1堂5月11礼拜天早上8点半在教育中心地下室，第2堂5月11礼拜天上午10点半在教育中心地下室。请翻开第7页，奉献如有出入，请联络财务部。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弟兄姐妹哈，我们第2堂礼拜哈没有新朋友，但是有老朋友回来哈。我们的乐琪跟玉玉，他们3年的旅日生活圆满回来了。来，在哪边？欢迎！哎，哇，很想念呐，很想念呐！欢迎你们回来，好，请坐。这个台积电在九州哈设立了哇那个工厂，一大堆台湾人要去那边做熊本的这个过生活，但是我们的叶琪夫妇他们先去经历了回来了，小孩子也这个小小的幼稚园现在长大了期待你们回来，反而小孩要重新适应了愿神赐福你们的工我们很怀念也很欢迎我们叶琪执事他们夫妇欢迎你们。那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一个庆生会请大家稍微留步一下，我们为5月份的寿星来庆生。那刚刚有提到我们国际母亲节要布置这个场景因为我们有一组同工，他们时间比较不方便，所以下个礼拜才能布置好。但是我们这个礼拜就已经停止了我们的午餐，是为了让大家拍照。但是只有3楼已经布置好了1楼呢要到下个礼拜，所以等于我们要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拍。你如果等一下我们群组啦、同工啦，虽然没有摄影同工帮你，但是你们可以就用手机先做拍照。这个是我们的3楼场景，是3人团队帮我们布置的已经布置好了今天没有午餐了，所以你们可以就随时准备去拍。那下个礼拜、下礼拜都还可以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要举行这个排球赛我听到那个我们的志奇执事哇已经设定好了，设定好的是怎么样呢？他要准备举办一个传统的正常的排球赛，还有趣味排球赛。所以呢，我们大大小小这个高手可以打正常赛好玩的也可以参加。所以我们大概要以牧区跟小组为单位。如果你的小组够强，有派出6个可以担任一队的就报名
我们详细的组队方式，我们会在公布栏，或是请教我们的志奇执事或是我们的瑞平牧师哈。我们排球赛在6月8号，还有一个月可以练习，要稍微练习一下，不然你突然间上场不要伤到就麻烦了要先热身练习一下特别有组队的友谊赛或是一种趣味性的，都欢迎报名我们希望大家。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昨天呢，我们富强教会的桌球队得到新楼医院160人的亚军，而且有7000块的奖金。其实真的要感谢我们的执委弟兄还有方明老师啦，他们2位是出力最多，而且帮忙筹组这个队伍。但是我们领队是谢牧师，他没有打，但是得亚军，谢谢我们明年要自己办我们要自己办50几年的桌球赛，所以会打桌球的预备我们要内部先做一个小小的挑选，对不对？这个就是初选有勇士来参加，我们对台南市的众教会来举办我们预计还会有除了排球、羽毛球，好像还有篮球还有很多球类，就是大概为了这个运动来号召大家一起健康嘛我们富强教会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以前排球是我们富强教会的强项我们魏鹏长老当时有一位我们的那个谁那个谭仪式那个都是高手大家如果我们教会常常有这个运动是最棒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勇士高手都在民间都不知道所以要把它挖掘出来期待啦，篮球啦、大球、小球都会打更好运动是我们健康的重要一个点好，那最后牧师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就好下个礼拜我们举行母亲节这个感恩礼拜，我们期待每一位妈妈都能出席那另外我们呢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有午餐暂停一次另外一个欢迎大家来参加啦，就是中会举办一个演讲会，那就是要跟我们分析说我们台湾现在面对中国那边的一个威胁，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有感，是因为现在中国对基督教非常大的迫害，很多人要去传福音都不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创始地区，创始什么意思？创始就是一个不敢明讲的地方你虽然传福音如果太公开就会被抓，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虽然是同样是我们的同样的血缘的地方，但是这个政权对我们威胁太大，我们怎么样去防备所以要请一位非常出名的教授，叫做明居正教授要来专讲。他本来是邀请我们的领袖啦，我们的小组长啦、主日我们的长职啦，但是欢迎会友也可以报名我们在周报里面第7页写错误了，18号才对，是5月18号才对在下午2点半到5点半在东门教会要做一个宣讲。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想要一个心理预备，我们可以参加这个很出名的教授，他是一个政治系的教授明居正老师来分享。那我们期待等一下我们的庆生会结束，我们再离开。好，谢谢。颂龙，请起立，同心来唱颂龙的诗歌。吟唱完，请牧师祝祷。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我们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我们留几分钟时间，我们要为5月份的寿星。一共70多位哈，70多位，我们在场的请起立，让我们给你祝福好吗？我们请寿星起立可以吗？5月份的寿星，哎，5月份都没有在这里啊？有，我们有哈，来，请不要客气，来，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来，拜托，有吧？不要客气，我们没有他没有谱啊，没关系，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啊，有了，会了，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我们要请黄建州弟兄来吹蜡烛。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好，预备吹了，来照相。好，谢谢。我们为寿星来祝福祷告，我们再来结束。天父神，感谢你在5月份温馨的月份，我们为5月的寿星献上祝福跟祷告，求神恩典跟他们同在，他们亲自经历到家庭温暖、亲人的祝福，也特别从神赐给他们属灵的恩典，让他们在生命当中为完成神的梦想而成就，让他们有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显现。让他们努力去完成神所给他们的呼召，也求神赐福，让每一位寿星在他们生命当中有得神的健康、喜乐、平安、工作的顺利。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5月份的这一个家庭月的时候，我们对长辈、对妈妈、对父母有更多的关怀跟祝福。愿每一位妈妈能得神恩典。大大的恩膏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回家的路程，也求你带领我们一路都平安。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给隔壁祝福说：愿你平安跟喜乐。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平安。我们第2堂礼拜结束，谢谢。